另外来关心的是24位这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是7月26就要来投票。民进党立委宣布成立大罢免的助讲团，要帮助来催票。也那哪样是反这大罢免？作为国民党立委党团的总调布坤基呢，是伫花莲的中正体育场来办宣讲的活动，主席朱立伦也个拿白赢的立委拢到场来甲徛台。八方支援，挺欧巴。 这日了大罢免投票倒算，有24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案，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再去宣布成立全台巡回大罢免助讲团，协助罢免团体伫最后阶段催票。我们已经挺过最困难的第2阶段的联署，来到31-0了，全台涵盖有130万人左右。 来参与的每一个人，只要再拉一票，就有260万票。不方便或者是不敢签联署书的，在投票的阶段，你不用害怕，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你投了什么票。那也反对大罢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布坤基早起伫咧花莲中正体育场办青人反罢宣讲活动，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几多位纳北立委拢到场助讲，希望支持者投无同意票。 大家有听过罢免，唔捌听过大罢免。什么叫大罢免？就是无差别待遇啦。只要是你是反对的，你只要是国民党的区域立委，我都要把你罢免。民进党继续大恶霸，我们基隆成功了，咱花莲还成功，唔那是咱的副总召要能够这一席要守住。 咱的不同意罢免票，开要管，好不好？好。那也回防花莲反恶霸，验过作团讲，县党部伫咧早起7点多互检调所查，并且甲县党部主任罗成景带走。伫过2点钟了，罗成景则由调查站的人员陪同，返来党部办公室。因若对于所涉及的案件，地检署是无进一步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